上周我只过看到做嘅是清净机天然嘅做家己嘅材料，不过更加一种天然啥唔经济嘅东西引来引销嘅，所以也你今年我是传嘅。云林伦北有一对为90岁嘅老师傅长命家，系卢卡亚行祖传事业第6代人嘅，也收入过有是得讲系国宝级别做讲家己师傅，也行是头一做为70年嘅。咱从来唔是问过爱专业，也唔感觉辛苦。ทำงานปักงานยากโหยมา14โหย70万呢。因为无卡刻苦，也无读过书，89岁嘅做工家器老师傅长命家，当初就开始听听阿爸学做工家器。唔好歹做啦，过生爱唔抵啦，人爱拢差不多了，同款。哎呦！ 80歲嘅老人家，拍一多年做手無花花，鋪為老道菜瓜。唔過條那無碰拍嘅老師傅，沙做地管嘢地做事唔會辛苦，做以後做工動力會發，看得出嘅項目做動力人很動天。我就要唔屬用也別嘅，我冇字嘅，聽講我了安尼搞落。 你安尼搞落啊，安尼就日本咯，人太本啊，睇下邊嘅嘛營養嘅，人家冇錢也真好咧，係講最差嘅。以外呢，像我你70萬歲都冇錢都，我講我唔愛。做嘅用火配一下，鋼機邊緣，活出愛嘅hình呢，本但修出的一條，一下就活出4個hình。師傅啲做嘅行，良好味嘅行家專控，再個用製作槍呢，來準順條，留下4個hình嘅花草固定起，做好一種逢地衣，接送愛3年。冇做啲嘢，大家講好。 我伊賣3、4張都無我1張嘅錢嘅，我講係無法度，你都咁樣夢想，你都你安尼咯。這種來行來掛者啦，我啲個樣攏是要做啲嘢來掛。竹子它是沒有辦法去回復，就是說你如果做壞了，那就要丟了。 啊，所以它整個做的過程它是很精細，好像這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環節哈，它只要一下刀，那個地方都是要很精準。那如果沒有處理好，那個竹子就要丟了，哎，所以在技術上它算是比較難度比較高的。現在老師已經很少了，大概我們台灣大概頂多剩下10幾個，但年紀也都很大了。 講天時很好，長老師傅將做嘅拿去曬，愛老做嘅曬到皺皺，按用愛做粗型，增幅嚟出將嘅用嘅。那有皺哦，對皺哦，比起來像係面啊，那冇了我快佢，像你差唔多快佢啲。 你冇個別的，你個別的拖住啊！農頭學3年，啊你啲另外哦，唔用，快，啊那3-4年㗎，農差不多3-4年嘅。
苍老师傅加速做做工加起，传导机已经去体力拖嘅，一切都见都无扛板，都可以啥少嘅意啥，人客少嘅人客做稳。工作室都空，用的呢都係半成品，因為一天出作順，做嘅較少，為增加一步嘅優惠作菜，將做得繼續做。煮飯哦，攏隨著體了，電飯哦，甲烤的幾時都炒，然後幾時都炒，冇痛苦嘅啦。南投台泰聖音林引領基督，蘇從正是長命家去年做好為3天出家硬貨，佢也足以名創，一條條擺生活用嘅東西，一下係展示藝術品，因為做做工家己嘅細條總係見重複一辛苦，又冇專門嘅店買來賣，故所冇固定嘅數業。項目到後生人來學。土色做攏係改煮嘅，他就伊面個唔該碰成唔係冇啦，攏話面改煮面爽，安尼嘛都改煮面爽是冇伊面啊呢，伊若用伊面做發醬嘅，但係冇迄個呢，難是好啦，但係就冇甲款啊，個好。冇人做好嘅，好2-3年佢講，就唔賣呢，唔賣那是賣呢，廢棄。應該快失傳了，因為它一個很麻煩，就是它沒有辦法用機器的東西去取代。現在好像除了那個鑽洞以外，那其他全部要手工了，所以就沒有辦法像去做量產主管家具沒辦法這樣，它一定是每一個部分都是要那個現場用手工來慢慢做。來年股水夫這裡拆腳馬達，老師傅做些就係做一樣。啲冇人去嘅屋卡兼工作室度空，老師傅數同腳向下用。用天呢機3-40年內漸到位，吹嘢一條假斧頭，做出一項又一項嘅做工家器，數字認證，跳從嘢愛是漸到位，使到變形呢。訂到啊訂久，安尼吼訂，規日訂咧訂呢，自己使叫袂得哩啊你，安尼就無感覺安怎做工家器為70年，老師傅忙是上愛玩色配夾飯，也唔知道做也會苦，就係條路路嘢慢慢地建做起家上愛做嘅事，對冇鐵切台來接定做，老師傅少定講也冇耐事好，唔是小人多，起家愛見一定重要，還會做愛做到100歲。